果你一辈子不出嫁，你可以享受你爸爸的一切。可是你嫁给了我，只有我好了，你才能好。怎么了？向东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帮我拿拿主意呗。我都知道了。你都知道了？刚才啊，外边有点冷，我想回来拿件衣服。你跟二姐正在那儿说话呢，正巧听见你们在聊爸爸，我就来兴趣了，认真听听。都是家里人，应该不算是偷听吧？哎呀，谁说你偷听了？只是这件事儿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我是支持二姐，还是支持丽丽啊？支持你爸爸。支持我爸爸？如果爸爸的事真的像二姐说的那样的话，那我们就要动点脑筋，尽量把爸爸这件事撮合成功。可是二姐说的那些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蓉蓉，你怎么那么单纯呢？男人要是看中了某一个女人的话，他一定会一意孤行的。年轻人叫走火入魔，老年人叫鬼迷心窍。这个时候他是听不进去任何反对意见的，说不定啊，他还会对那些有反对意见的人怀恨在心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动动脑筋，不要管别人反不反对，我们一定要支持。这个时候爸爸就会对我们心存感激，我们提任何要求他都会答应的。提要求？提什么要求啊？你怎么谈到这儿来了？蓉蓉，我跟你说什么事儿，你怎么都不往心里搁呢？我必须得离开金山，我在这儿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，你一定要帮我抓住这个机会，懂吗？于向东，我想的是爸爸，可你想的却是你自己。蓉蓉，我想的不光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你。你不是跟你爸爸过一辈子的日子，你是跟我过一辈子。如果你一辈子不出嫁，你可以享受你爸爸的一切。可是你嫁给了我，只有我好了，你才能好。而我们这代年轻人呢，我们没什么人际关系，而你爸爸这代人，他们在社会上是有深厚基础的，他们可以呼风唤雨，而我们呢，只能看雨听风，明白吗？妍妍，妍妍，妍妍，你睡了吗？蓉蓉，想什么呢？说来说去，
你还是因为我爸爸而娶了我。我可是在你爸爸退位的时候娶的你。那也只能说你是故意表现。那要纯是表现的话，可是要担风险的。也许你更有心计呗。蓉蓉，爱你是最重要的，因为爱你才有了这份心计。早点睡吧，啊。谁呀？进来。哎，哟，是乔燕啊。怎么这么晚来了？怎么，我把你吓着了吗？那倒没有。来，快请进。就是，不做亏心事儿，怕什么鬼敲门啊？你倒是没吓着我，你的话可是吓着我了。你怎么不接呀？我爸的电话。那你不接，你这不是让他着急吗？没办法，我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告诉他，我对他的某些事情，怎么说呢，算是一种心态，或者是一种心情吧。来，先喝杯咖啡吧。谢谢。你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吧？当然了，我并不是说你现在就不漂亮了。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吧，不过绝对没有你漂亮，真的。我现在老了，还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？不，你保养得很好，这也是真话。行了，乔燕，你突然造访，火药味有这么重的，说吧，是谁惹你不高兴啊？不过你先给你父亲回个电话，告诉他你在我这儿，省得让他担心。什么意思啊？想让他知道我在你这儿对你不礼貌了？你要是这样想的话，那你就随便吧。